貝安德尋日正式就任成為英國首相，但係財政大臣竟然係賀里安，佢嘅理念係乜嘢呢？嚟緊會點樣影響英鎊呢？今日會同大家講解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早餐。今日係7月21號星期二，我係 Colly。貝安德喺尋日20號正式咁就任，成為英國近10年以嚟嘅第7位首相。據報咧，佢喺唐寧街10號門前表示，過去政府佢覺得一路咧都係未有回應民眾提升生活水平嘅訴求，咁而佢咧就會將呢一點作為佢上任之後嘅首要工作。咁同埋咧，佢都揚言會喺嚟緊呢幾個月內公布一個比較長遠嘅方案，去改善翻民眾嘅生活質素嘅。咁呢個方案入邊咧，將會承諾興建更加多嘅公共房屋，去降低翻福利開支。咁因為咁咧，亦都可以騰出翻更加多嘅資金去用於國防投資嘅。咁至於市場依家最關注嘅財政大臣人選，結果咧最終係由前國防大臣賀里安出任。咁呢個安排咧，同市場原先嘅諗法咧，其實係唔一樣，市場有少少意外啦。咁對於賀里安，市場特別有2點咧，咁我哋要留意翻嘅。咁首先，佢喺上個月離開前任施紀賢政府嘅時候咧，佢曾經提出過，其實佢就比較不滿施紀賢政府喺財政上面缺乏彈性嘅。咁第二咧，佢就曾經指責過施紀賢政府喺國防開支方面係缺乏一個足夠嘅投資，導致到英國咧喺依家充滿風險嘅呢個世界上面咧，缺乏一個必要嘅保障。咁換言之啊，咁市場都預期，如果嚟緊賀里安真係去做主政翻財政大臣職責嘅話咧，咁英國喺理財態度上面嘅取向咧，未必會比前政府係更加嚴謹嘅。咁而事實上啊，賀里安嘅理財取態咧，其實同貝安德大致上都好一致嘅。咁尋日咧，貝安德其實佢都有講過，就政府嘅開支嚟講咧，咁佢雖然咧將會延續翻上任政府嘅一個保守理財原則，咁但係咧佢仍然會作出所謂嘅適當調整。咁受呢個表態影響啦，我哋見到比較有指標性嘅英國10年期債券孳息率，尋日就一度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咁今朝咧，我哋翻嚟見到亞視咧，息率已經係重上翻5厘樓上啦。咁都反映翻咧，其實市場對於新政府嘅理財態度仍然係會有一定嘅疑慮嘅。咁至於英鎊匯價方面咧，都因為咁咧有所回落。最新咧，我哋見到咧去翻挨近1.343左右嘅美金水平嘅。咁確實咧，所謂嘅一個適當嘅放寬財政，其實未必一定係壞事嚟嘅。咁關鍵咧就在於能唔能夠真係有效咁改善經濟。咁其實調翻轉咧，如果真係英國政府過度緊縮財政嘅話咧，其實都可能會導致經濟陷入翻收縮。咁個情況咧反而可能會更加差咧，對英鎊亦都係不利嘅。咁相信短期之內咧，英鎊匯價大致上咧都係維持翻震盪，會喺挨近1.33至1.36美金水平之間咧走上落。咁市場嚟緊咧會重點觀察翻新政府究竟能唔能夠由英國嘅經濟帶嚟一個驚喜。咁至於地緣政治方面啦，最新咧見到伊朗支持嘅也門胡塞武裝軍事組織喺尋日就宣布，佢將會喺曼德海峽執行對於沙特阿拉伯嘅原油封鎖。受到呢個消息影響，我哋見到紐約期油價格曾經一度重返每桶85美金左緊嘅一個水平。咁值得留意嘅係咧，中東呢啲嘅最新發展，佢都好可能咧會對於英國嘅經濟啦，以至到對於英鎊嘅走勢咧構成一定影響嘅。今日大家傾到呢度，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